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若是甲车停伫个收费的停车场，一般拢是先去出口的所在纳这个停车费，再甲车驶走。但是最近有民众伫网络顶铺文章，讲南部人吼，拢是先甲车驶去倒伫个出口收费亭的边啊，然后再去纳钱。家己是真方便，但是甲出口共踢掉咧，实在是真自私。想袂到这个文章引发着袂少网友的共鸣，讲毋那南部人尔啦，全台湾真侪县区拢有这款人。汽车号落钱纳费，停车要离场时，拢会安尼做，毋过所有人是安尼。车驶到纳费机边啊，小档点一个行落去要去纳钱。这个时阵，要出场的车煞敢若卡伫咧遐。来看现场，大部分的停车场拢是甲纳费机设伫咧出入口边啊。民众会当先纳钱，才可以驶车。不过，就是有人无偷神，或者是甲咱三钱放伫咧车顶。我曾经就是忘记过，然后已经看到说哦对哈，然后呢？结果呢？结果就很尴尬，就停在旁边。这真正是歹势啊，因为造成别人的困扰。因为出入口这样会挡到人家，对啊，比较不好去。可能他们是求方便啊，如果其他人挡到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一点麻烦。所以提醒驶车的民众要停伫咧收费停车场时，身躯顶拢要先传好咱三钱，较袂要驶车离场的时，甲车驶到纳费机边啊，安尼遭着人出入就无好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